透過議員林美妍的號召，結合真濟善心團體共同響應暑假營養午餐的公益計劃。19號上午邀請受助的學童，佮着師友志工做伙來共餐。市長王惠娣嘛受邀出席，並且一一感謝各界的愛心佮着付出。我們陳總監率領所有的各位領導師友、各位師兄師姐，能夠提供給我們的孩子這麼好的這個午餐，這不是我的孩子而已，這是大家的孩子哈，所以特別感謝林美燕還有葉漢勳能夠把這個好的事情組織起來，讓大家都能夠有個非常好的這個快樂的暑假。我想真的要感謝很多愛心人士，因為每一年的花卉真的是蠻多的，但是也因為有每一個人的愛心，一點一滴的將小愛化為大愛，照顧需要關心的兒童。今天獅子家庭來這邊，真的非常感動，謝謝他們。這項的愛心共餐日的公益活動，除了英美獅子會全力來投入，同時也閣得到國際獅子會300醫院區的總監陳榮泰的響應，以及各分區的支持。今天由我們永美獅子會主辦的關懷飢餓、守護希望這個活動，希望能喚起社會各界人士的關注，更希望這些孩子能得到一些有健康營養，然後讓弱勢的家庭可以得到社會的關注。小孩子營養不能等，我們非常感謝我們美燕議員的團隊，還有永美獅子會所有的師姐，把所有的社會善心善款用在我們社會真的需要用的這一個善的一面。非常感謝我們獅子會所有的會長及我們永美獅子會長期以來為我們社會公益做了這有意義的活動。議員林美妍表示，今年暑假營養午餐計劃自7月開始，連續44天無中斷，提供每天300位學童的營養午餐，總經費大約92萬元。除了感謝獅子會的投入，另外還有長期贊助的台南市婦女聯合會、康黃金慈善愛心會等真濟社會福利團體，佮着企業人士共同來支持，才會讓這項活動持續來辦理。台南新聞林根採訪報道。